这个徐乃娇果然不简单，表面上只是歌女，实际上是军统的特务。此前田成业的事，毛森选择在朗豪夜总会，就是因为徐乃娇的原因。我想，金景武赴到香港，永东飞洋行落脚，毛森在香港地界混，恐怕都离不开徐乃娇。所以说，徐乃娇主动接近白文扎，是受毛森指使。这个推测应该没有错，只是毛森可能也没有想到，徐乃娇还有一层身份。什么身份？毛森的活动范围一直在上海滩，而徐乃娇是35年到的上海，后来到的香港，而在此之前，他一直在南京活动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徐乃娇是否和毛森是一条心。对。那么今天晚上的谈判，我们就直截了当一点，趁徐乃娇出来搅局之前，把她敲定。白老板，您的客人到了。哎呦，吴小姐，来的挺早啊。赴白经理的约，怎么敢迟到呢？这位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香港强华兴业公司的总经理白文扎先生。这位是在南洋做生意的杜老板。哎呀，早就听闻白经理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如雷贯耳啊！哎，岂敢岂敢！吴小姐也经常在我耳旁提到杜老板，说杜老板是神通广大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来，我们坐下说。请。我跟安娜的父亲是同窗，这么多年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好。算起来，我跟安娜的交情有20多年了。是。所以呢，安娜的话，我是非常相信的。既然安娜在白老板这边敢打这样的保票，那我就说个实价，白糖我都要。这个数，2万美金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这不打仗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价呀。白经理，你理解错了，是20万美金。20万美金，渣打银行的支票。这，白经理，杜老板给的这个价，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了吧？这也是杜老板的诚意所在。杜老板是个痛快人，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来，开瓶酒，庆祝一下。别急，白经理，是这样的，这次我们的价格有点偏高。如果直接从白经理这儿走的话，公司的股东们难免会有些闲言碎语。所以，白经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从安娜所在的上海公司中转一下，来完成这笔交易。这个呀，白经理有什么难处就直说。
吴小姐知道我这其中的难处。杜老板，您看，咱们能不能不要走上海总公司？一来避免增加手续，二来呢，也有一些白经理自己的因素。哦，这样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事情就很难办了。您就跟股东们解释解释嘛。怎么说呀？那都是一帮老古董，都是你爷爷辈的，他们根本听不进解释。唉，那些老家伙对新的合作伙伴总有种恐惧，就认那些老人。你忘了我第一次跟你合作的时候，为了这件事情，我没少跟他们吵。也是，白经理，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您这边把价格降一降，10万美金，这样杜老板也好回去跟股东们交代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，就是不知道白经理肯不肯割这块肉。哎呦，我这猪脑子，这事儿挺简单的。你们不是只认吴小姐吗？只愿意和吴小姐做买卖吗？嗨，简单呀！我跟总公司说一声，让吴小姐留在香港，让她做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好主意啊！这一下全都解决了。白经理啊，名不虚传呐！哎，喝杯酒庆祝一下。开酒。嘿嘿。哎呦，奶娇，来来来，给你介绍介绍。哎呀，这不是朗豪的头牌徐乃娇小姐吗？哎呦，杜老板眼睛真毒，是徐小姐，我女朋友。嘿嘿。哦。嘿嘿。杜老板，幸会。幸会幸会，万分荣幸啊，徐小姐。这位小姐好生面熟啊。吴安娜，徐小姐不记得了吗？我们前2天在强华兴业公司的门口见过。哦，吴小姐，吴小姐真是好记性。是徐小姐气质非凡，让人过目不忘。哎，奶娇，以后不用叫她吴小姐了，以后直接叫她吴经理。1号，吴经理，那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请多关照。大佐，那个白文札顽固不化，很难沟通，您看要不要给他绑了？长谷川君，搞谍报工作，不是在战场拼杀，而是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对对方有利的交易。大佐，既然那个白文札顽固不化，正面沟通难以取得效果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和强华兴业公司取得贸易上的合作，不妨试用一下迂回对策，从其他人身上下手。什么人？人选我正在甄别，请大佐宽限数日。大佐，我同意韦景军的说法。好，我再给你们3天时间。嘿。我让你给我看着白文札，你给我看什么了？这么多货物从库房运走，你汇报过了吗？仓库的事我可管不着，我的任务只是盯着白文札。一定是有人在接近他，
你给我汇报过没有？每天接触白文扎的人那么多，而站长一直不肯告诉我任务的目的是什么。现在出了事，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呢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站长若嫌奶胶完不成这个任务，请随时更换。你我都是在为党国服务，我怎么会难为你、防着你呢？我在香港得到的情报有限，日本人在想方设法接近白文扎，至于目的，怕跟运走的那几车货物有关。站长要是早将这些事告诉我，我或许还能阻止。那些货是被一个叫吴安娜的人弄走的，而这个吴安娜也被白文扎弄到了公司，当上了副总经理。这么要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现在为时也不晚吧。就算警察办案，也要讲究个证据。如果这个吴安娜什么都没做，站长拿她也没什么办法呀。行行行，我说不过你，说不过你，你辛苦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姚婷，来，从强华兴业公司出来的这批货，给我到海关查查出关了没有？派人给我看着这家公司的吴安娜。是。哎呀，吴小姐，请。哎呀，吴小姐，这次白糖生意做得太成功了。嘿，这是我给你重新布置的办公室，怎么样？看看吧。嘿嘿。哎呦，我找人算过了，人家说这大班台啊，面朝东南，财源滚滚。白经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有人找。又谁呀？小魏，哎，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哦，好的。吴经理，我宁愿待在你这边，也不想在他那儿多待1秒钟。为什么呀？白经理这人不但脾气坏得很，而且还老吃我豆腐。那你以后就在我这儿多待着。嗯，好的。喂，你好。自来水公司？不是。啊，对，不是。我来吧。哦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自来水公司吗？你打错了。我们家停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你找自来水公司去呀。你知道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吗？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下班了。头儿，我在海关这边查了，那批货2天前就出关了，走的是水路，估计要快的话，这会儿都到福建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
真是两个废物，一个女人也跟不住，全都是饭桶。关键时候干什么去了？不是队长，那姓吴的女的肯定不是咱们想的那么简单，几下就把我们甩得没影了。猫抓不着老鼠，还怪老鼠跑得快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咋不说自己是笨猫呢？行了，头儿，这俩人不好好教训一下，他不长记性。跟我说说，吴安娜是怎么摆脱你们的？从天亮的反应上来看，应该是有人在跟踪他，而他对被跟踪的情况心知肚明。难道是金井武夫在跟踪他？他已经被日本人怀疑了？那倒未必，金井武夫很可能不仅仅跟踪了天亮，同时也跟踪了冈崎圭佑和长谷川治。如果按照你这么推断的话，日本人看到我和天亮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在秘密接头。今天跟踪你的那两个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日本人，要么是军统。我频繁地出入强华兴业，恐怕早就已经被日本人和军统盯上了。这个突发事件太可怕了。天亮现在一定很危险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中佐，尾井大尉，大佐找你。是。我换件衣服。不必了，大佐让你现在就去。是。进。大佐，尾井君到了。坐。情况怎么样？白胖子看来是真赚了钱，最近一直跟徐乃娇混在一起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徐乃娇肯定知道一些事情，只是一直瞒着我们。他为什么瞒着我们？难道他是利用这些情报和我们讨价还价？
没这么简单吧？头儿，那您的意思是，这个徐乃娇上面有人，他并不是真正在为我们做事？我就是担心这种情况。你想办法控制住白文扎，这样日本人的贸易线还有徐乃娇的底细，我们也就大致了解了。知道了。哎呀，高兴了，宝贝儿啊，下次来咱们接着喝。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文扎，吓死我了，宝贝儿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离开这儿，这儿不太平，赶快走。这儿太平得很。太平啥呀？哎呀，快！疼！白文扎，我要想弄死你，你逃到哪儿都没用。是你指使人抓我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徐乃娇啊，是你的宝贝儿啊。我说嘛，前一阵子你对我爱答不理的，这几天咋突然变了个样？原来你早有预谋啊！老实的在床上待着，只要我没让你下地，你哪只脚落在地上，我就打断哪只。好，听到了，哦，轻点。头儿，全香港的医院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白文扎。记录里没有吗？没有。停尸房呢？也没有。那就是去了私人诊所。那个拉车的兄弟怎么样？抢救无效，死了。徐乃娇也失踪了。对。这事儿会不会是他干的？不是他干的，也是他派人干的。这个女人可真够狡猾的。她到底是谁的人？别管她是谁的人，感动白文扎肯定是重庆方面的意思。党国派系错综复杂，山头林立，对白文扎下手，原因跟强兴公司卖出的那批货有关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个白文扎可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。我们不如直接对强华兴业公司下手，拿下武安娜。那你辛苦一趟。不辛苦。请您慢用。
Smith 先生，我们公司是大英帝国管辖下香港一家非常正规的公司，可是日本方面毫无道理地强行压我们的船只和货物，完全违背了英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，所以我想 Smith 先生无论如何要帮我们这个忙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我想请 Smith 先生代表英方帮我们从中调解一下。那吴小姐，你说的不对，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内地，并没有发生在香港管辖的海域。再者，你的货物已经卖出去了，跟你们公司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所以这件事，我很抱歉。难道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？英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也非常微妙，真的爱莫能助。我中午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的。吴小姐，希望见谅。打扰了。不客气。吴经理。吴经理。哎，吴经理，您回来了。啊，小魏。哎。白经理还是没来上班吗？没有，不过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往他家里打电话了，可是没有人接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。白文章。啊。你要是没糊涂的话，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昨晚的事吧？要不是我让人来这一出，你可不会完好无损地坐在这儿了。对，昨天晚上拉我那个车夫，那是什么人啊？军统的特务。啊？军统的人？可是我没得罪过他们呀！白文渣呀，白文渣，你可真是个人渣！看来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了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吧？你之前是不是让吴安娜给你卖过一船白糖？啊！卖白糖的事，你告诉重庆的曾先生了吗？你是曾先生的人？白糖是战略物资，你之所以敢不请示重庆的曾先生，那我想这船白糖应该是你私自囤积下来的。这件事，曾先生不知道，对吧？你要多少钱？你开个价吧。我真想一枪崩了你！按理说吧，卖白糖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，可是你这头猪，却不知道强华兴业公司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。你现在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。这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总之，你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做了一件最不该做的事。姑且曾先生不论，不仅日本人找你的麻烦，就连军统也在找你的麻烦。奶娇，不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我一命吧，你不要杀我，麻烦你给曾先生带个话，我愿意将功赎罪，求求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！哎，姑奶奶。
木村中佐，照片洗出来了。尾井幸太郎。中佐，尾井君，跟我去个地方。中佐，今天我要奉大佐的命令，去一趟强华兴业公司。我这件事情比强华兴业重要。好，那我去穿件衣服。中佐，不知道您带我来这儿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。脸色暗淡，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。尾井君，莫非有什么心事？中佐，有话可以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。很好。尾井君最近在忙些什么？请问，我们现在是在聊天，还是一次审讯？不过是普通朋友之间的聊天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很忙，大佐给我安排了很多任务，我没有时间陪你闲聊。改天吧。是呗。尾井君，本来我不想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，既然你不愿意配合，那我只好遗憾地告诉你，这是一场审讯。像在上海那样的审讯吗？上海的时候，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有的时候忘记恰恰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当今帝国受困，我等听命于金井大佐，为实施同计划而奔忙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你呢？每天就是混淆视听，搅动内乱，搞得人心惶惶。你又是何居心？你想激怒我？我此举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证同计划能顺利进行。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，尾井幸太郎，就是军统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。我不想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，因为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在上海，我只是怀疑，这一次我有证据。
这个女人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我有权不回答。好，我再给你点提示。韦景军干什么呢？情况这么紧急，他磨磨蹭蹭的，太不像话了。算了，不等他了。邵总，你息怒，我去找一下他。我说不等他了。韦景信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之间还是同事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”。这句话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因为你就是中国人。说吧。你和吴安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吴安娜是怎么进入强华兴业公司的？你们是怎么把那船白糖运到广州的？你和吴安娜在军统担任的是什么职务？木村中佐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要见大佐。在大佐来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喂！木村平太，你在没有大佐命令的情况下，就敢对帝国的军人用私刑吗？我当然不会对帝国的军人用私刑。现在在我面前的是军统的奸细。背着fall。
说情掌柜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纤维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选择前路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行长，您找我。魏景娟，你是不是见过吴小姐？见过。那你不想跟吴小姐说点什么？没什么可说的。韦进军，难道你听不出来，行长不是在问你，而是在命令你吗？